色列将对加沙发动400架空袭，一暝恐惊到700多人死亡，多数拢是妇女甲囡仔。巴西里约有乌道民兵不满这偷人的亲情，去互警方弹死。伊的细汉的是放火烧35架公车爆火。科学家利用3D 技术，恢复一具500年前印加帝国隐士胡安米塔遗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节目头期先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以色列暂时搁对加沙发动400架的空袭，一暝恐惊到700多人死亡。将囡仔脚捧在手一直针，这是最后的告别。路中进前，爸爸拒绝将布砍伫伊的面，因为牺牲的历史应该被看到。以色列表示，只是针对加沙哈马斯目标发动超过400摆空袭。消灭哈马斯指挥官拍到在准备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武装分子，直接并体被摧毁，有人呆伫土石下骹。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表示，一暝期间数百人死亡，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医疗设备因为轰炸破坏，电力无够关起来。这表示，若以色列军队伫准备好战车大炮，发动有期的地面作战之下，加沙死伤会搁较惨重。以色列表示，毋是将百姓当作攻击目标，是哈马斯利用百姓做掩护。哈马斯表示，24早起搁发动一轮新的火箭弹攻势。哈马斯驻守黎巴嫩的代表讲，这是种族灭绝战争，呼吁停止轰炸加沙。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国家甲联合国爱采取行动。والتي تنتهك كافة الأعراف والقوانين الدولية. 迄一天，伫黎巴嫩边界附近看到以色列战车出现，有伊人伫背后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甲以色列武力对抗局势愈来愈紧张，双方逐天拢在相战。以色列战机最近这几天各攻击叙利亚、黎巴嫩、加约旦河西岸目标。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以色列哈马斯这场战争是哈马斯先动手的，不过这阵在加沙的状况嘛真凄惨，两边拢去互质疑讲有无人道、有干涉战争罪嫌疑。根据这两条国际公约对战争局势的定义，就爱人道对待百姓，袂当掠人质，而且若无必要嘛，袂当把居民赶走。不过这几条伫咧以哈冲突当中是拢已经发生啊。哈马斯是掠超过200个人质。搁伫咧音乐节就向百姓开枪，也若是以色列这边，因的空袭是造成加沙地区6000人死亡，当中包含2000个囡仔，而且因搁共断水断电，逼居民都爱离开。这寡关键的事件，拢有可能变作因双方战争罪证据。庇护区台湾急救的步旁，真侪家庭徛伫小小的空间度日子。随着以色列增强对加沙走廊攻击力度，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迫南撤，造成难民营负担沉重，欠物资，民众面临健康风险。الرمل تحتنا الأولاد كله أمراض صرنا اللي بكح اللي بيسعل اللي ساخن بالليل。平夜情况也不乐观，大量互空袭受伤的人涌入，伫加沙地区互以军断水断电，医护人员只会当用手机光源照射，才有法度进行急救。这样凄惨引起各界批评，真侪西方国家拢呼吁人道停火。联合国秘书长是谴责加沙走廊的情形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Let me be clear: no party to an armed conflict is abov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古提瑞斯进一步表示，哈马斯10月7日发动的攻击，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自从过去56年，巴勒斯坦人忍受未当喘气息的占领。虽然这款不满未当作为哈马斯的攻击理由，也不过巴勒斯坦人也无应该受到集体处罚。也不过这段言论却点到以色列的怒火。You are tolerating terrorism, and the SG is blaming the victim, and I think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must resign.
以色列军方宣布已经做好地面战准备，一旦政府下令就会进攻。另外一方面，国方让夹兵注意伊朗的行动，伊朗方认为长期资助哈马斯。美国国务卿利时警告，虽然目前无意甲伊朗交战，那美国尽管受到伊朗也是其他代理国家攻击，美国会采取反击行动。那伊朗是好真涉及哈马斯的行动，更加批评美国甲以色列同谋，造成冲突恶化。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呼吁这场17天的冲突需要随停火。公司新闻纽约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一个去互哈马斯掠去2礼拜，这阵总算放放出来85岁以色列的人质。伊是讲伊伫遐一直去轰拍，搁轰带去关伫咧地道，袂输是去一抓地角。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以色列惊因的军队行动去互发现，就要求谷歌甲苹果暂停提供当地即时录放。英国《Times》报道，美国旧金山今年8月是稳准自动驾驶的客轮车会当24点钟营运，不过最近算是去搞到过路人，所以讲当地就暂停无人客停车许可证。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一个机师伫咧休假时阵坐飞机，竟然是小想甲引擎关起来，险险啊造成空难。迄阵这个机师是已经承认讲，伊食袂换药啊，已经是40点钟无困。上尾是《华盛顿邮报》，驻中东的美军是一直受到攻击，叙利亚甲伊拉克的基地一礼拜就受到13架火箭甲无人机的攻击，上无是有24个兵仔受伤。南美洲巴西的纽约治安是真歹，这乌道毒品搁有枪的问题拢真严重。最近是有一个乌道的民兵组织，因偷人的亲情去互警方断视了后，伊的细汉的竟然是放火烧35架公车，搁有1只火车无来报复。都会互规台公车拢着火，冲出来的乌烟是一直关到要到天顶。旅游的街仔路摆至少有35台公车和1个火车，互故意放火烧了了。这么大打犯这种暴行的，就是当地上大的民兵组织。O crime organizado não ouse desafiar o Estado. Nosso plano de contingência já está ativo desde as primeiras horas. Todo o contingente da Polícia Militar,da Polícia Civil está nas ruas. 旅游这民兵团一般是现任和前任警察组成的，因一开始是为着受到贩毒集团欺负的三只社区去设立自卫队，但后壁煞变做去做真侪无共活动的犯罪组织，变做当地上大的安全威胁之一。这摆小公车就伫咧警方甲民兵领袖的时阵拍摄了后发生，看起来就是咧报复。É nosso compromisso, eu já tenho dito, prender principalmente os 3 maiores líderes do tráfico e da milícia do Rio de Janeiro. 目前旅游的警方已经抓到12个放火的嫌犯，州长是主张讲以犯恐怖活动罪甲严加处罚，而且宣布讲入去到3级警戒，呼吁民众和游客要注意安全。根据报道，旅游的民兵组织已经掌控超过半个市区和散架人大的所在，佮和毒品乌帮伫旅游的西部在抢地盘。双方最近的冲突就发生伫3礼拜前，一个医生洪准是民兵的成员洪台死，为了防止暴力继续出现，旅游的州长紧急向中央求助，希望军方帮助监控，防止武器、毒品入来遮。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美国42个州个 Meta 公司讲，因的 IG 甲面册是调工设计一寡功能，害这囡仔是耍着会调，就安尼去损害着因的身心健康。美国包括加州甲纽约州在内的至少33个州政府，正在向加州联邦法院对 Meta 公司提出诉讼。讲 Meta 长期伫无经过父母的同意之下，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大数据，使其下 IG 甲面册调工设计一寡功能，向幼童甲青少年定位，损害因的心理健康。另外，也有9名检察长，包括华盛顿特区，当地各自州份对 Meta 提起诉讼，采取法律行动的州数达到40个。Instagram is harmful to a significant percentage of teenagers, especially teen girls. They have research that found that 13.5% of teen girls on Instagram say the platform makes thoughts of suicide and self-injury worse. That 17% say it makes eating issues worse, and 32% say it makes body image worse. Meta has internal warnings that certain key features can push users into harmful content.
检察长控诉，对企业来讲，儿童长期以来拢是有吸引力的客群。伫因处理较会影响的年纪的时阵，企业希望吸引伊加做消费者，强化因对品牌的忠诚度。那对 Meta 来讲，少年消费者可能对吸引更较侪广告商有帮助。因希望儿童大汉时阵会当继续买因的商品。The company knew exactly how these design decisions could and would hook young people to the point of addiction, and yet continued to use them, and in many cases rejected using feasible alternatives that they knew would mitigate harm to our young people. They did all of this with profit in mind. 伫这案件中，Meta 每违反一项州法律，可能面临1000到5万美金，大约新台币33000到163万的民事罚金。因为有真侪幼童甲青少年使用 IG， 罚金可能会真紧增加。那 Meta 表示，已经提出至少30种工具支持青少年甲因的家人。公视新闻新闻部编译。冰岛总是有一场罢工，目的是要争取性别平等，大概是有10万人去参加，是因当地48年来上界大的女性街头运动，甚至是连因的女总理都有去参加。其实冰岛伫咧性别平等这方面表现是已经真出色啊，连续14年去互世界经济论坛排伫咧第1名。不过因遐却是有关有男女薪水无公平、甲性别暴力的问题。根据 OECD 的统计，冰岛男女的平均薪水是差9.7%，已经算是全世界表现真好的国家。若是咱亚洲，咱台湾男女的平均薪水是差15.8%，日本是2成外，南韩甚至超过3成。咱这边离性别平等也阁有真长的一段路。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甲非职员性别人士，日是伫首都雷克雅维克响应贸易工会发起的女性休假日，不论薪水阶级、职工甲家庭主妇，拢行上街路，希望借罢工唤起社会注意，来终结性别造成的薪水不公平，甲冰岛女性长期遭受暴力威胁的传统恶习。冰岛总理阁带头参加。Já, ég lagði niður formlegur störf þó maður sé svo sem alltaf á vaktinni, eðlilega, en ég geri það til að sýna samstöðu og það alveg magnað að sjá samstöðuna hér. 这场罢工是冰岛1975年以来规模上大的女性街路运动。48年前同一天，将近9成女性放下工作行上街路，抗议这场歧视。今年冰岛国会通过保障性别平权的法案，成做女权运动的一大成就。我做过部会首长的现任冰岛议员指出，这场活动承续以前人努力，强调平等、自由甲正义本该有性别的差异。This is a message here from Iceland. We have to stand together, be united. Women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lso men all over the world. All gender, all over the world. We need to unite more than differ. 罢工影响市府学校医疗体系甲服务业的运作。59间急照中心甲幼儿园停办停课，店头打出暂停营业的标示，表达对活动的声援。根据冰岛官方统计数据，2021年男女薪水差距均数是10.2%。冰岛虽然是连续14年得到世界经济论坛评选是全球性别平权程度上悬的国家，不过倡议人士指出，冰岛女性遭受暴力威胁的事件并无安尼消息。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罗马尼亚这野生熊的数量是愈来愈多，常常是走去攻击人甲精神啊。这5年来，就已经有14个人死亡，158人受伤。所以讲，因当地国会议员就提案讲，或者拉人会当合法拍更较侪熊，就安尼来控制熊的数量。不过，动保团体是希望讲爱和平共存。一只棕熊伫罗马尼亚中部城镇科瓦斯纳庄卡的路面在散步，完全拢唔惊讲这车一直过来会轰弄到。电动车顶的一直等食物互因食，食饱的棕熊规气就伫路边小可困一下，一直到有搁较侪青云人出现，伊才较紧密入去树林内。最近罗马尼亚的棕熊数量有愈来愈侪的趋势，当局估计目前全国差不多有8,000只，是除了罗西亚以外棕熊上侪的欧洲国家。虽然观光客是真爱棕熊，但是铁木业正对因是侧价。Hát a legnagyobb probléma a medvével az van, hogy rengeteg van, kilövésre nem igazán van, túl vannak szaporodva, és elég sok kart csináltak. Tehát évente sok kart csinálnak minden évben. Kezdve az állatokba, kezdve a török búzába.
罗马尼亚过去是捌有去拍拉保险的传统，但是加入欧盟了后，为了遵守欧盟的动保规范，对于2016年开始就禁止保险，但是后壁5年就一直发生脏嫌感攻击的事件，造成14死158伤的惨剧。结果当局是放令禁令，今年佫甲拍拉配也是提悬5成到220只。有国会议员佫讲会当提悬到当年500只，但动保团体反对。 La noi în oraș am înțeles două lucruri. Una, trebuie să luăm decizii pe bază de date și nu pe bază de păreri sau diferite interese. Trebuie să înțelegem că urșii nu vor dispărea din această zonă. Este o zonă de trecere pentru urși, este o zonă de tranzit și pentru urși și pentru turiști. 既然已经无可能把脏嫌拢总抬了，罗马尼亚南部一个观光城镇，第一个改用通电的铁丝网来保护徛家，而且采取密封式的粪扫桶，防止脏嫌找物件食。结果2年来，脏嫌1,000的通报降到0，表示人和嫌会当和平共存。我是新闻张惠敏编译。南非有一座全世界上大的犀牛保育农场，内底大概是有2000只犀牛。 不过，这农场的主人财务困难，不得已就要甲农场卖掉。为着避免这款犀牛去互恶心人掠去卖，保育团体非洲公园就甲这农场买起来，按算是用10年的时间分配甲犀牛放倒去自然保护区。一只白犀牛，当伫食农场为因准备的牛草，食甲真欢喜。这是南非一个叫做白金犀牛的农场，有7800公顷，总共饲2000只非洲的南方白犀牛，是全世界上大的犀牛保育农场。农场的主人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生理人，伊为非洲各地买犀牛来饲，而且佫请兽医、保全人员，总共100多个员工来照顾犀牛，保护犀牛的安全。为着维持这个农场，伊已经开1亿5千万美金，差不多代表48亿。 但是今年3月，伊宣布要将这个犀牛农场拍卖出去，希望有好野人会当来甲农场买落来。I've used all my life savings. I've been expending money on this population of rhinos for 30 years, and I've finally run out of money. 因为非洲的犀牛长期以来一直面临互人偷掠、甲犀牛角挂落来卖的威胁。 这个犀牛农场所饲的2000只犀牛，差不多占规个非洲白犀牛数量的15%，是非常重要的所在。所以今年9月初，一个非营利组织非洲公园就决定将白金犀牛农场买落来。 There's an imperative that we make sure that these animals stay safe, stay secure. 非洲公园这个保育团体，甲犀牛农场买落来了后，打算用10年的时间，将农场内面2000只人工饲的白犀牛，全部野放到非洲各地的自然保护区。但是要甲这么大只的犀牛，为原本的农场搬徙到其他所在，而且数量佫这么多，是非常困难的挑战。 The scale of this undertaking is enormous. The biggest translocations of rhino that have ever been done. Approximately 300 animals every single year. 生态专家讲，因的目标是希望农场内所有的犀牛野放了后，拢会当慢慢啊适应自然环境，唔免佫靠人饲，就有法度继续生存。这个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动物野放计划，若是成功，对非洲的生态系统甲生物多样性会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甘美恁编译。 秘鲁甲波兰的科学家利用3D 的技术，恢复一具500年前印加帝国的隐士胡安尼泰面容，发现伊是一位15岁少女，因为宗教仪式奉献予神明，才会来死亡。因为伊大所在真冷，所以讲才会当过500年，也阁保存甲遐尼完整。甲白色的刀啊掀开，困真久的印加少女木乃伊胡安尼塔真面目将有公开啊！ 秘鲁加波兰的科学家借助3D 的技术，重现伊伫5世纪进前的面貌。28 years later, it's been done. It's been done in a magnificent way. I mean, she has this pensive look. It is made possible only by someone with great ability in this kind of work. 1995年，美国人类学家莱因哈德伫秘鲁的安第斯山脉附近的一座火山，发现互冰封大约500年的胡安尼塔。尽管天气和遗体保存甲真好，推测伊当时的年岁大约是14到15岁。When I looked at her, I remember thinking, what a pity, because we knew the rest of the body was really well preserved, that it was exactly the face that was most exposed and therefore most difficult to kind of be able to replicate.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专家经由长暂扫描加3D 的技术，那重建胡安尼塔的外表，更加进一步了解伊的死因。
Y fue descubrir que la Juanita fue matar por golpe en la cabeza y podemos ver en la escanos de tomografía que la cabeza fue rompida por un golpe muy fuerte. 研究另外发现，胡安妮塔头壳骨有一道5公分的壁唇，可能是规则时阵吼，军啊也是印加武器甲降落去。也乃伊出世伫印加帝国时期，推测当时民众为着祈求丰收，也是防止天灾，甲也是少女的胡安妮塔献祭互神明。公视新闻江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